Maybe tell him what this is. He seems worried about it or curious about it. Okay. 那也发了单子钱，发了单子之后，你们先生发了一个没496码是？没有。这没有是在才出来的啊。哦，那这次发了单子之后，拿东西那一天回的那一天偷496码是？他的先生们这大了呗，他这啊。这个我那个啥发了指示，发了指示。会上调了吗？会上。哦，会上。就多落下大概2家子。给老王陪起那最我把这家那个是会那种东西啊。会上转了。哦，会上转了。第天天呢，我说是啦，人家我们的那个很多发来给的。连这个庄子嘛，来家里很多发来给的。那个老汉没有的。人家发起来这里把说我们落大这边，人家没落大这边。你落大了吗？我没落嘛大的，我就不单子买给的啦，不单子大的啦，发来这里这里。哦，你不单子大的。嘛，好了，大的。破种子大的。好了。我给打这边，但是这个人后边这个人还打就是这个，没事那个路过的个人发的知道呗，真的不知道呗。嘛，之前我们这一年休息人家们说的，你发出去，娃娃们很这个年休息这个，个人的现在上了嘛，这躺在没得呗。干嘛有没有骂出来的？没知道。那也偷起来是眼睛的啥剪子了？啥没剪子啊？没剪啊？没剪子啊？跟那个宽点都差的。我跟人家的专门让人家希腊来人家，我专门的文档在人家的这个专门一块文档在人家，让以前在给人家金本给的，剪子了。金本的剪子。金本的我们衣裳剪子啊，金本一个。西里来的。西里的给人上这怎么装这个来的了个？给人上是这样。装这里来的了。现在害怕是了？害怕就没有啊。害怕就没有。没有啊。那个舅子们还挂剪着了，那舅子们还剪着了。一挂剪子了。一挂剪子了。剪子了。旁边的人还剪着了。挂剪子了。人对着了。剪子了。剪着了嘛，人对着了。一挂跟那个台长们一挂剪子了。这个人是这个。那一个混子一挂全部人家，那要包下这一挂剪子了。那也第一次偷的时候，刚开始第一次偷的时候还是剪着了。剪子。那刚开始第一次下来时，俺们个。对的不知道呗。这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对，那人家那可能是发展的人家不知道，人家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不知道嘛，在路下剪着呗。路下我剪着了。路下剪着，就是还剪着了。剪着了。就是还剪是那个人，钳子还刚开始正版的剪着呗。还刚就这么着。这个正版的剪着了。正版的剪着。上这你在街上上这种装过来的。现在害怕这啥没有？害怕这没有过。那也啥传说是，早知道传说这嘛是汉话来传说的。汉话来说这里呗。汉话来说的。脏话来说是了。脏话说的没有。脏话来没说着。没说着。人家俺们就说这汉话来说这里呗。钳子插溜是说的嘛，钳子没插的说的。像这个上路的说这里马上就说这里呗。上路说的。现在人家的家里搞我们一个社会一个病人家，钳子没拿这边，没拿这人家跟那汉话来说这里。汉话来说的。汉话说。那也头把是。钳子还国家抽出来这嘛是这么甩着下来的。对，这么的有这个接着下来的。这么有是在接着下来的。给人马上的没做的。接着下来是学么啥没出来着？没有，这啥也不知道。他把这啥也不知道。那也14年是啥没出来嘛？没啥没出来。那有的话那家出来这事儿呗。那个还没说的。没那人家什么说的呗？
那一不如的那啥关系没有可哈。关系没有嘛？没关。那有些话了有些话了，在学习这儿出这呗。那个还没说这，在科目子嘛是。现在的我老呗。老的对人家那啥关系没有关系没有。关系没有。那也这个前次还抽掉是在屯的那个啥感觉没有啊？啥也没有。啥没有？没有。那咱这边的这地上的钱也没有呗，啥也没有，那原家那里跟前放的呗。前次还抽出来是就是说啥个贴纸了，表门贴纸了。没有。啥没贴着？没有。这个你不知道这个大孩这个。八字线遇到，八字线遇到看不出来啊。那也在。一般的家里的我们的庄子，这个一挂这全门的庄子以前不好的，就全门一挂不好的，人家你们高兴的，真是还大的了。了，以前给高兴的人家真是还没大的过。前次还没打着。没打着。插上打着，但是。今天那个8月回的。8月的来的人家的全面的庄子没有搞不好的人过不稳当的人家，还能现在给这里边。给这打个人家或者的，他有说给人家说这里边。那那翻水的时候，这个不给马水的时候，不给马还兼职了。兼职的呗。兼职了。那这个第四走的时候慢慢家走这么一卡车跨走掉的。跨走掉的。跨走掉了。前次还抽出来是跨走掉的。不知多少个。这发。那也在第二年那种都是在抽这个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今年这老爷没那个呗。今年老爷没那个。啥了？What was the first time? Does he go to cure sicknesses or just dancing now? 那爷，你们这个庄子了，回头是回收你们家是怎么调整？没有。回收没调整？没有。调整在啥没调整？没有。过那个支个烧这边，登个点这边，调整啥没调整？那也干是这调整了？没有。一直没调？没有。那先人们传说这调整了？没有，他也没有。以前的几百年以前的传说没说着。那没有。那你们翻这包盖瓜是几个瓜子了？车辆嘛。车辆。现在人家的庄子里面抓着。这瓜子呢，瓜子今年的吃这瓜，老汉们瓜真的拉着一个老大的，人家说发的知道呗，发的知道的真的个人不知道呗。这现在上的嘞这说起人的，那还给说起给说的这，就是那个他让你们见了呗，后来我们的那个东口的一个花哈子呗，那个一个大的哈个的混起一罐的，那还包哈子呗，里面的不拉给，后来你们好像那混起一罐里面哈子一罐的搞啊么混的哈子那。包哈子呗呢，我说你那个那哈，那个看嘛就这，差不多没一般的哈。那你们庄子上是挂糙米是了？这个庄子是挂糙米。糙米。你们回过是挂糙米来着？糙米。那以前还海米啊、土米有了。海米那个山庄啊，那个他们去的个有的，看他那个过去的那个海米。没有，我说这个苗里来的。没有，一挂糙米。一挂糙米。没糙米。那一嘎子是海米嘛、土米嘛有的吧？可能。没有。土米还是没来着。没有。海米嘛是挂没来着。我们这种的一挂的糙米。糙米。挂糙米过去了。糙米。
这是红的。这花了几个月了，哎呀，就你是讲这个样子了，你们早上就你是我们这种的一个，没这那一个的，啊这，那个没有的。我现在没有了，哦，没有的。有的时候在跳出来，就没这。他们一个心理分没心哈啥个，好了一个心理分没心哈啥，好了这个东西我一个人是来，这专门参的两个月的，这边川的那里习惯没有，那我是一个月的，就没有啊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是一个月的，那也平看起是，而且你看起，这个心儿沟那个是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别人请吃还是吃了？这还对这没有啊。我这个那个不是车来是。我来，车来这我们这位省到菜里开着车，他不讲几次了，他们还不来。